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9月16号，忠实宣讲上主的话。耶利米书哀歌4章1到22节，第1节就这样说：闪烁的纯金竟然黯然无光，圣殿的石头堆积在街道上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？原来是应该要闪闪发亮的纯金，竟然是黯淡无光。圣殿里的石头不在圣殿，竟然是被丢弃堆积在街道上。这样的光景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延续着我们一直读耶利米哀歌，知道这一首诗也是所谓的字母排列的离合诗，字里行间在追念，在追忆，在回想以前我们在圣殿王宫里的那个荣景，但现在已经衰败悲惨，不像当年一样。如果我们身在这样的环境，跟过去都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敢讲真话吗？还是我们仍然掩耳盗铃说，这个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来恢复原来的荣景，我们的主是信实的，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，我们的主是全能的，我们只要来赞美他，我们只要来仰望他就好，我们只有嘴巴有信心，而我们的行动却是仍然是违背神的教导。因为我们的属性若是不能跟我们所信的耶稣来，我们的上主来相称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，他真的是会来调整我们，来管教我们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啊，非常的写实的，像电影，很悲惨的电影。说到野狗都还知道把那个乳奶来喂自己的孩子，而我们看到经文的景象的妇人却是很残忍的，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。城里的母亲没有办法喂养自己的幼儿，如同鸵鸟下蛋便丢弃在沙漠而不管，这都是因为我们人的罪。我们敢说吗？我们敢面对自己的罪吗？亲爱弟兄姐妹，罪中之乐，真的那个快乐是快快不乐，稍纵即逝，甚至我们要付上一辈子一生惨痛的代价。今天的诗人他透过经文来说出他许多的感叹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此时的情况呢？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敢看吗？我们敢看自己，敢看神吗？因为我们的神是赏罚分明的神，他让我们将来在审判台前是无所遁形的。但是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，他有怜悯，他有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，要来救赎我们，替代我们所犯的罪，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。而耶利米在那个时代也宣告了在几百年后这个弥赛亚的盼望。而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，我们已经有耶稣了这样的福音，而我们好像也是活得让我们不敢真实看我们自己，不敢对自己说真话，甚至我们也不敢对身边的人说真话。我们人有什么指望呢？如同我们鼻中的气，在20节这样讲，
一样是流离颠沛的人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。所以亲爱大家，我们其实是要看重神给我们的位分，那个位分就是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替代我们所有的罪，使我们不在那罪恶中，我们停止那个方向是远离神，我们原来向着那个罪恶走的，我们就停下，我们愿意真实说，求主你帮助我吗？我自己真的没办法停，你帮助我停，然后转向你，回转来归向你，然后我专心依靠你，我警醒自己，我行在主你要我行的道路上，以致我们慢慢的迈向了恩典之路。那么我们真的是人生是大有盼望哦，好不好？我们从真实开始，而讲这真实的话是透过对我们自己讲，对我们自己很忠实宣讲上主的话，而这些话或许不好听，但是有神的应许，就是他是我们的力量盾牌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是可以得着帮助，我们心中是可以欢乐的。在我们生活中，不管遭遇什么事，在困难中或许没有答案，或许没有出路，但是神他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真实面对神，面对自己，我们能够因为神的拯救而有了盼望，因为神的喜乐，而我们真的是可以在困难中也是能够喜乐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在我们困难困境没有答案跟出路的时候，亲爱的圣灵，你提醒我们想起你慈爱的眷顾，而且你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你从来没有停止过爱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提醒我们真实面对自己，真实来面对你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用主你的话重新使我们建造在你的话语上，我们能够重新开始，因为主你是恩慈的主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你的应许，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谨守遵行神的话，真实活出神真理的自由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以及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